歡迎收睇無線7點半1小時新聞，我係彭建華。今晚嘅主要新聞有：政府推動9個旅遊熱點項目，除咗遊山玩水，仲推介參觀食品製造。王毅下星期來港出席建立國際調解院嘅簽署儀式。一個內地男人帶住仿製槍搭港鐵被捕。詳細內容。政府公布落實首階段9個旅遊熱點項目，包括開放油麻地警署參觀香港製造產品生產過程，最快今季開始陸續會推出。9個項目中嘅新熱點包括香港工業品牌旅遊，已經落實嘅有李錦記、奇華、百珍醬園同埋益力多。通過組團俾遊客參觀同埋感受產品製作，亦都可以順便買埋手信。今年第3季起試行。現有景點就會發展深度遊，九龍城寨之圍城場景展覽會擴大規模，喺九龍寨城公園展出3年，並且以呢度為出發點，帶動九龍城嘅消費美食。近期網紅推介打卡熱點油麻地警署，今年第4季會開放俾遊客入去裡面參觀。3個紀律部隊、警隊、消防同埋懲教博物館，亦都會為旅行社提供預約參觀。新常態嘅旅遊模式同埋旅客嘅喜好咧，越嚟咧係越睇重熱點咧有冇香港嘅特色啊，同埋港味。我哋認為咧喺考慮打造新嘅景點之外咧，亦都應該將一啲現有嘅旅遊嘅資源去整合串聯咧，以及加以個深度嘅豐富，打造成對旅客好吸引、好想去，唔去會覺得若有所失嘅旅遊熱點。其他熱點項目仲包括舊城中環深度遊，以全球最長嘅有蓋扶手電梯為中軸，將人流帶到左右兩邊嘅文藝、歷史、美食聚腳點。金鐘添馬公園種植嘅紫花風鈴木同埋勒杜鵑，喺1至4月嘅花期營造花海。乘住4徑熱，政府力推較為親民嘅入門版4山行。太平山、鳳凰山、大帽山同埋西貢海橋咀郊遊徑會優化山徑設施。不論係過夜或者唔過夜嘅旅客咧，佢哋可以有更加多嘅選擇，有更加多嘅嘢去做。人氣來咧，財氣自然就來啦。因此咧，我哋冇話一個咧所謂硬指標。我哋做咗呢9項之後咧，要吸引多幾多嘅旅客。其他項目仲有發展前紅磡鐵路貨運碼頭、維園舉辦活動同埋市集。當局話，除咗紅磡項目要重新發展之外，其餘8個項目成本合共大約2000萬至3000萬，認為成本效益唔錯，又預期之後仲會推出新熱點。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旅遊業界認為，如果同一個區入面有多個熱點，可以設計更長嘅旅遊路線，吸引過夜客。呢一條長長嘅人龍排隊就係為咗喺油麻地警署門外打卡。平日都咁多人，假日就更加人山人海。今年第4季開始，當局會開放內部設施，重置一啲舊陣時警署嘅一啲設施，包括報案室啦，包括開放羈留室等等咧，就俾旅客參觀拍照用。咁亦都會咧增加一啲咧 AR 嘅照相機，咁啊等遊客咧係可以咧穿着唔同時代嘅制服或者唔同警種嘅制服去拍照，以增加佢哋旅遊嘅體驗。希望咧揀選一啲咧經典嘅警匪片嘅精華片段咧喺度播放。遊客最想入去體驗乜嘢呢？那種大頭照，就是給犯人拍大頭照的時候，那個挺出片的。就是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話，就後面有那個就拿着那個牌子拍大頭照的時候，我覺得挺出片的。TVB 港片裏面那些經典，現在懷疑你有什麼什麼什麼那個，然後你現在可以保持沉默，但你說的話可以成為偵探成功。項目亦都推動本港工業品牌旅遊，位於將軍澳工業村嘅百珍醬園係熱點之一。呢一啲廠房設施同埋醬油製作過程，第3季市民同埋遊客都有機會參觀。有內地旅客話唔覺得特別，但係有外國旅客就話吸引。I'm from Switzerland, and Switzerland you also go to see like manufacture how they produce cheese, for example. So it might be interesting, yeah, absolutely. 有旅遊業界話，第一批嘅旅遊熱點比業界預期好，希望下一階段可以推出更多唔同嘅景點，增加旅客過夜嘅意欲。
就可以去到八珍廠啊參觀啊咁樣。咁咧，以至下晝咧，即係如果有機會第日可以參觀咧，即係電視城嘅。咁咧，我哋可能喺將軍澳嘅酒店或者西貢嘅酒店食過飯之後咧，黃昏就繼續出海咧，就去西貢海啊，甚至我哋用船可以去到世界地質公園遊覽，佔據咗個旅客嘅一日嘅時間啦。咁香港仲有其他咁多地方佢要去嘅，咁呢個咪可以好好咁樣令到旅客個逗留時間係要延長咯。佢又建議到工廠等等參觀，盡量採用團進團出嘅模式，做好人流預計同埋管理。無線電視記者